快点！月亮的如意，谢谢大家。那个，我知道我很黑，但是灯光可以稍微暗一点嘛，暗一点比较谢谢。好，谢谢 K， 对，比较有感觉。那一首歌是我们这个乐团成立以来的第一首歌曲，在屏东鼓楼，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还有6块腹肌的时候，那时候所做的一首歌曲，怎么一口那么重？就是在屏东，在屏东鼓楼所做的一首歌。对，它是一个，是你。让你讲话。看到我吗？看不到。确定。跟后面文成。这是一首在台湾族部落写的歌，那个部落叫鼓楼村哦。然后有一次跟姚廖的人在河堤上面这样子，也是看那个月亮啊，很大很大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那个因为太大，那个月亮旁边就会圈月那叫什么月晕这样子。然后老人家说讲，看到那个月晕的时候，就是说可能部落会有大事情会出现。但是看到1个有，看到2个就不一样了。那个月晕把它生下来，这是圣约的传说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就看到月晕会有大事情这样，不知道是好是坏啊。我觉得传说很有趣嘛，我们就给他编这样子啊。我们希望屏东鼓楼的老人家不要骂我们，他没有任何色情成分啦，对，鲈鱼男生女生都有。在讲什么？你这是构造，对，器官。啊，你们真的不考虑后退一点哦？你要脱杆呢？那往前坐。有没有洗澡吗？没有。哦，你没有麦克风哦。你好了，阿珍。我已经话很少了。接下来这首歌啊，写给我爸爸的，希望他身体永远健康这样。那是用母语，我先大致上翻译一下，就是希望我爸爸能够好好健健康康下去这样子。那就是他能够再继续教我一些东西，对，因为他也是越来越大了，我是说年纪了，就是怎么了？然后希望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当然希望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少喝某种饮料的话，好，那是这首歌我们要换一下位置，好。在设计。医生我们这个乐团的特色就是一直会交换位置，没有固定的主唱。老爸。阿妈，你的胡说我的手机呀呀，依赖。我一直弹手，我可以再试吗？可以。阿妈，你的胡说我的手机呀呀，依赖。说完马路的刹那，等你的路。
你束